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今日早起，咱要做伙来共读亚利米书。今日是咱第40天。今日早起，咱要来请嘉生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风台天，求主来保护台湾，来照顾百姓，互阮平安会使经过这个风台，也求主互大风大雨紧紧来过去。我若要感谢你，今仔日是嘉南教会设教59年的纪念的日子。阮感谢天父上帝的圣手扶持甲看顾，互教会会当徛在伫汤即个所在来为主做工。我要献上阮的感谢。也伫即个教会要进入第60年的开始，求主来感动每一位兄弟姊妹，热心来参与伫教会所有推动的活动，也有顺服的心来配合教会侪的改变，同心来去做一间健全的教会。阮知改变需要勇气，计划也需要有智慧，要执行嘛需要有信心，但是要成就需要上帝的同在、甲看顾、甲稳定。求主用你的话来引带阮行这条稳定的道路，互每一位会友拢致意来参与伫圣经的共读，互阮更加认捌上帝的话，互教会来经历上帝话的大能，也互阮的得救的灵魂日日加添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这些，咱伫亚利米书会当看到，亚利米是30章到33章，是一段安慰的信息。这段安慰的信息是伫耶路撒冷国家伫要受灭的进程，上帝所予因的应允。对34章一直到38章，搁等到伫即个耶路撒冷受艰苦困苦的时阵，总是约雅斤王、西底家王拢无要听上帝话。39章开始就看到伫王国了后所发生的代志，一直到44章，才上帝互咱看见即个国家灭亡了后，但是人民安怎伫即个中间，有没有政府的状态哦？咱若照即个时间的顺序来看，38章就是即个城墙攻破，到39章，即个38章是西底家将即个亚利米国关伫即个后裔边的城，39章是耶路撒冷的城受攻破，然后40章王国亚利米颠倒得到自由。41章就是今日41章是期待你临时的省长头一个省长颠倒叫人抬死哦。这个代志，然后佫看到后壁百姓继续伫即个无政府的状态中间来佫拜托亚利米求上帝，然后佫将亚利米掠到埃及去，然后亚利米就伫迄个所在向遮个难民来发出预言咯。然后这是咱看见的是伫即个38章到44章的所在所以咱伫即个第亚利米亲目睭看到即个耶路撒冷犹大强灭亡，是对34章一直到39章，上帝互西底家王的信息，就是伊要甲巴比伦王登头对面咯。西底家王有改变但是佫反悔，然后上帝用即个利甲做35章，来做犹大人的典范。36章是即个亚利米书一本册的记载。总是亚利米也因为这本册来因为这个上帝的话去掠去加入，然后西底家王有3摆来求这个亚利米，总是西底家王最后伊无选择要来听上帝的话，所以直到39章耶路撒冷城受攻破，总是亚利米也得到自由。第10段是即个犹大灭亡了后，对40章一直到第45章的第5节，即条部分呢，今日咱会看到就是40章到43章是亚利米的犹大，43章的第8节到45章是亚利米甲遮个难民向带到埃及咯。
所以今日看的是亚利米搁等到犹大百姓中间，然后期待你担任省长的时阵，才逃走去外国的人，搁走倒来这个犹大，总是有一个约哈兰，伊经过有一个人以实玛利要来被背叛，要来抬期待你，但是期待你无要听，然后以实玛利真正就将伊抬死，然后抬死对北边来要敬拜上帝80人啊。这是今日咱要读的圣经。好，咱这个时阵，咱就来读今日这段40章，到41章的第10节。咱请播下这带咱来读大新神对第40章第1节，读到第6节，40章1到6节。巴比伦王的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伫南马甲亚利米放出去以后，上主有对亚利米讲话，亚利米互人用连连地，甲遐耶路撒冷人以及犹大人做伙要互人掠去巴比伦。尼布撒拉旦叫亚利米来对伊讲：上主你的上帝捌警告要降灾祸互这个所在。但上主果然照伊所讲的做，这是因为恁得罪上主，无听谈伊的话，这个代志才会临到恁。当我将连伫你的手的链仔拔起来，你若甲我你若看，甲我做伙去巴比伦好，就来去，我会好好甲你照顾。若无爱去，免去。你看，土地才看，你爱去倒位就通去。亚利米还未离开以前，尼布撒拉旦佮甲伊讲：你嘛会定得倒去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期待你遐。巴比伦王已经指派伊伫你犹大6城镇，你通住伫你的同胞中间，还是你看倒位较拄好，就通去遐。伊侍卫长就送礼物甲粮食互亚利米，互伊自由离开。亚利米就去比斯巴，去阿伊甘的囝期待你遐，甲你做伙住伫村落来的同胞中间。好，第一段咱看见亚利米为虾米伊会留点伫即个犹大地的所在，然后是亚利米家己做选择。就是咱读到30章的39章到40章的时阵，咱发现讲章亚利米就已经39章，互即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中间，互伊自由。所以亚利米就去住家己的厝，伫百姓的中间。但是今日为虾米国去有人用连地？耶路撒冷的人要做伙掠去巴比伦，所以有两种的看法。一种看讲，这个就是同一个代志，只是从39章、40章甲39章的代志，佫提出来讲。但是嘛有人讲，这是另外一个新的代志，就是亚利米已经返去家己的厝，结果去人当作是战犯俘虏，佫去掠一摆。但是不管安怎呢，结果都是一样。尼布撒拉旦就叫亚利米讲：你的上帝捌警告要降灾祸这个所在，所以尼布撒拉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护卫长。伊知影亚利米这个人，为什么知影伊？因为知影亚利米讲的话捌实现，所以上帝捌警告，但上主果然照伊所讲的做。这是因为恁得罪上主，无听叹伊的话，这代志才会临到。所以对一个外国人的嘴来讲出犹大国因家己所做的歹，然后到地高发生的代志，原来是真互这个犹大无民主。但是咧，尼布撒拉旦甲亚利米讲，当我将连伫你的手链仔拔起来，你若看做甲我做伙去巴比伦好，就来去。所以对于非常的。好，对他非常的礼遇，好，伊不带锁链，让他自由选择。伊若要去巴比伦，就做伙来去；你若无要去，土地才看，爱去倒位就通去倒位。另外亚利米这个和本这经解释和本很多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真的他和本的看去找下耶利米尚未回去就叫这里去互伊
搞混了，好，但是现代中译本讲我还没有回答，好现在台语讲亚里未要未离开以前，这个意思就是较属于原文的意思，意思就讲亚里未未转去以前，尼布萨拉旦就甲伊讲，你嘛会得倒去沙番的孙阿希干的囝基代利遐，所以这个人对基代利伊老爸就是阿希干，亚西干是谁呢？亚西干就是伫26章亚利米受审问的时阵，伫约雅敬最王的时阵，拄最王的时阵，有起来讲话，然后才会圣殿门口才会正式要甲伊害，总是伫26章的最后一集，讲。阿希干沙番的囝阿希干保护亚利米，保将亚利米交互人民来处死啊！所以即马话伊的囝就是即个基代利，即个尼布撒拉旦甲亚利米讲，巴比伦王已经指派伊来治理犹大逐个城镇了，所以他等于是犹大国不是变成国省，变犹大。巴比伦国的犹大省，加省长，所以基代利，是伊算伊的老爸，基代利老爸，北救亚利米，所以亚利米嘛实在，你通带恁同胞中间，是你看倒位较好，就去遐，就通去遐，所以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就送亚利米礼物牛食，互伊，然后互伊自由离开啊。所以亚利米伊最后选择，伊听到这个风声消息，知影讲基代利做犹大的省长，所以伊就转到犹大，去对呢去米苏巴去甲阿希干的囝基代利遐，甲伊做伙住伫村内同胞中间啦。米斯巴这个所在，是踮伫北国亚门搁较北边的所在啊，嘛是已经伫约旦河东边，因本来要伫耶路撒冷，去收掠去到伫即个巴比伦，总是伫罗马是即个波罗的拉玛的所在，拉玛的所在，即个尼布撒拉旦，甲亚利米讲你当留踮遮，但是亚利米，伊无要去巴比伦，但是伊要去米斯巴嘛，往那真远伫即个北国即个交界所在，但是米斯巴即个所在，其实伫四世纪就已经有提起即个地点，即个地点就是四世纪最后要结束进程啦，即个以色列人甲便雅悯支派在相台的所在台较真忝的所在，然后到撒摩利上悬的这个第10章，米斯巴嘛是扫罗头一个王，以色列第一个王被高的地方就是伫米斯巴，所以米斯巴这个所在原来是一个过去真要紧的所在，但是今嘛变做南国灭掉以后呢，这个基大利省长伊伫遮办公的所在，伊嘛袂当伫耶路撒冷嘛袂当伫撒玛利亚一个当来到米斯巴，安尼互即个巴比伦帝国较好控制，因较好管理的所在，所以亚利米就登到伫犹大人的中间啦。煞者搁请保和姐传来读，对第7集读到12集7到12节。伫野外，遐个无导航巴比伦的军官，甲因的部下听到巴比伦王指派基干的囝基代利做迄地区的省长，治理无了去巴比伦的查甫人、囡仔，甲迄所在非常善车的人，就来米斯巴见基代利。这军官包括以坦玛的囝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囝约哈兰，甲约拿单但后别的囝西莱亚、尼多法人以会的囝儿马卡人亚萨利亚，以及因的部下三番的孙迄间的囝基代利。对遐个军官甲因的部下就怎讲，毋免惊服侍巴比伦人，对恁带踮伫即个所在，互巴比伦王管，恁就会平安无事。我会带伫
米斯巴伺候遐个来咱遮个巴比伦人，毋过恁着接住一寡酒、油，甲热天个果子，收踮器躯内面，佮带伫恁渐个城镇，遐个伫摩押、阿门、以东地区，逐国个犹太人听着巴比伦王无走灭所有个犹太人，佮派沙番个孙阿希甘个囝以代利做省长，因就对互人赶去个逐所在倒来犹太地伊米斯巴去以代利遐，因拢有收藏真济酒，甲热天个果子。好，多谢。即个拄则讲到亚利米听到风声期待你，所以省长，然后踮米斯巴，所以亚利米去到迄个所在，但是毋是只有亚利米去，伫野外，就是犹太去甲线个所在，真侪无投降巴比伦个军官，这个军官呢，就是无叫巴比伦掠走，因但是无投降，但是因嘛毋知秘去倒位呢，秘起来，但是即马听到即个有犹太人做省长阵，因着嘛去米斯巴来去投靠即个意大利，才有讲到6个人的名，特别是以实玛利甲约哈兰，即2个算第1大、第2大带头的。即个以实玛利呢，咱小咱伫第41章就会看到，伊是一个王的后裔，王室的后裔，所以伊其实算是一个贵族的军官。即个约哈兰，就是甲因做伙，才有拢总6个军官的名，因拢有带遮个军兵啦，因着拢来投靠即个基代利，所以遮因来去基代利阵，遮军官等于是拢是军人啊，因就来到去基代利，基代利嘛甲因就抓讲啥物呢？恁毋免惊服侍巴比伦人，就是因拢无爱投降，因要走，但是基代利颠倒甲因苛刻，做恁做大。踮伫即个所在，互巴比伦王管，恁就会平安无事啊！因为基大利检测伊甲亚利米有交情，伊嘛知影亚利米的预言，上帝讲要时间到，上帝会互因受掠，佮倒转来，总是伊嘛无讲着上帝，咱毋知影基大利伊到底是听亚利米，还是照伊家己所想的，但是伊就对这军官讲，继续留踮遮。我咧，即个期待你讲，我会住伫米斯巴伺候来咱遮的巴比伦人。毋过恁着接触一寡酒油，伫甲热天的果子收踮器具内面，佮住伫恁占的城镇哦。所以这军官伊嘛占一寡城镇所在，但是期待你甲因苛刻就讲，伫这所在着好好尽做，好好收集这粮食，因为即马是西历这犹大历是5月，5月若是伫西洋历是8月中，所以特别到秋天，所以恁就爱准备遮食物，才当过遮冬天。然后佮期待你讲是71集，遐个伫摩押、阿门、以东地区甲逐国的犹太人，听到巴比伦王无走灭所有犹太人，佮派期待你做省长，因着对互人赶去的所在转来到米斯巴，然后嘛去基代利遐，伊嘛听基代利的话，拢有收垦真侪酒甲热天的果子，所以这个图，因着对米斯巴就是对下边的这阿门摩押以东，拢来到这个所在，也是登到因的所在，伫遮来收集遮的物件，所以基代利伊的政治立场，伊就是听从巴比伦，叫巴比伦王所爱的意思来行。煞遮咧，就是这个基代利，伊嘛毋是会当真顺序啊，有人反对伊哦。所以13、19、16集，搁请报下这带咱来读13到16。加利亚的囝约合兰，甲遐个伫野外的军官来米斯巴见基代利，对伊讲：阿门王巴利斯有派尼坦雅的囝
伊是玛丽来要杀你，你敢知？阿希甘的囝，伊代你毋信因的话，家己爱的囝约翰兰伫米斯巴私下对伊代你讲，请允准我去杀死年淡仔的囝18年，一定无人会知影即个代志。哪通互伊甲你杀死？你若死，所有归我来你遮的犹太人就会四散，剩落来的犹太人，敢毋是拢会灭亡？阿希甘的囝，伊代你甲家己厄的囝约翰兰讲，你毋通做即款代志。你所讲关系伊是玛丽的话无影。好，多谢啊！伫遮有一个约翰兰对遮6个军官中间排第2啊，伊就来见基大利，讲迄个排第的伊什玛利啦，对你足不满的，甚至要甲你杀死，你敢知？好，但是基大利讲然后即个约翰兰佫建议讲，咱就要先下手为强啊！因为因这是杀人不眨眼的。但是基大利呢，无爱相信，你毋通做即款代志，你讲伊什玛利的话是无影，所以伊无爱接受。但是咱会当来想讲，为虾米伊什玛利要来杀死基大利？有4个原因，因可能认为基大利是卖国贼，这军官因为荣誉感较强，所以想要来杀死基大利。第2个，因可能怨妒基大利，基大利凭啥物做省长，阮遮做军官煞无机会，有可能怨妒伊。第3，因嘛有可能是要来报复巴比伦，因巴比伦杀死因的人，占去因的城，将因的国家土地拢占去，所以因想要来报复巴比伦留落来的即个省长要来反抗。第4，就是叫阿文王来收买阿文王就是收。伫南边伫即个米斯巴的南边即个虎视眈眈所以伊想要来互伊来搅乱无爱互因起来大战然后有可能变巴比伦会来攻打阿文所以这嘛有可能所以以上4个原因拢真有可能所以即个约翰兰伊是有即个远见认为讲若要互即个所在会当安定，安尼就要紧甲即个伊什玛利甲伊杀死，无到时阵基大利你叫伊什玛利创掉以后，遮检采遮人就搁散去啊。但是呢，基大利基本上是无爱相信，无爱听。煞遮咱来进入第41章，第1集到第3集，咱看基大利安怎互人杀死，搁请宝学姐带咱来读1到3集。这个犹大王甲的后代嘛是官员，伊利沙玛的孙尼探仔的囝伊什玛利带10个人来米斯巴见阿希甘的囝伊代利，因伫米斯巴做伙食饭的时，尼探仔的囝伊什玛利甲10个甲伊做伙来的人用刀杀死巴比伦王，指派做省长。三番的囝阿希甘的囝基大利伊什玛利杀死米斯巴所有甲伊基大利做伙的犹太人，以及住在伫遐的巴比伦军兵。好，伫遮咱看到果然共一年的7月，所以5月即个国家才灭掉，7月即个这2个月中间，基大利就死，安怎死？就是伊什玛利带10个人甲伊来食饭，食饭的中间就是一个鸿门宴甲伊杀死伊死，搁有即个住在即个巴比伦伫迄个所在米斯巴的遮军兵呢，拢做伙来杀死。但是这动作足紧的消息，风声还未传出去，外口人也毋知，所以即马搁一寡无辜的人嘛叫即个伊什玛利来杀死，所以对第4集到第8集，搁请宝学再带咱来读4到8节过日人也毋知基大利受暗杀的事。有80个人对事件示罗撒玛利亚来到米斯巴，引起喙手，
拆破衫，挂上家己诶身躯，带素祭甲乳香，要去上主诶圣殿献祭。伊探仔会囝伊是玛丽对米斯巴出来，哪行哪跑去迎接因。伊是玛丽拄着因，就问因对因讲：请来见阿姨敢诶囝期待你。因坐入城，伊探仔诶囝伊是玛丽，甲伊诶部下就杀死遐诶人，甲因诶尸体迄伫打去诶蓄水池。80个人拢点，迄80个人中间有10个对伊是玛丽讲，毋通甲阮杀死，阮就囥大马、小马、油甲米伫园里，伊就停手，无将即10个人甲米甲米其他的谈判做伙来杀死。好，多谢。所以期待你互人杀死了，即个风声还未走漏。好，所以第二天，好有80个人对对，其实南米苏巴来看是对南边啊，因就要来去即个期待你，但是因剃喙手、拆破衫、挂上家己的身躯，带素祭乳香，要去上主的圣殿献祭啊。因毋知是迄阵圣殿已经拆掉啊，但是因是可能是要来去表达因的即个哀伤，要去来亲像哭墙，要去来啼哭共款，所以口喙手挂破衫，穿甲安尼破高高，就是代表因的悔改甲忧伤。总是以前玛丽呢，看到即阵人80个人，要来见期待你，因毋知期待是。以前玛丽搁直接搬去哪行哪跑，边走边哭就是甲因做伙哀伤，然后甲因讲，恁会当入去见期待你，结果因一个入去米苏巴，就去围起来，然后去杀死，身尸拢等伫蓄水池但是80个人中间有10个反应较紧，讲毋通甲阮杀死，因为阮搁有藏物件，藏大麦、小麦、油，才会灭，伫园里，所以会当阮搁有利用价值。结果以实玛利嘛无真正甲因杀死，搁留因的命所以可见即个以实玛利伊杀死期待你嘛，并无为着什么原因伊就是有哪边有利益就哪边去所以咱看到对40章开始以后，这个无政府以后人性的考验在人性呢一直看到这个中间反复。好，最后2集第9集甲第10集，搁请播下这传咱人来读。宝和姐麦克风爱开一下。好。伊含仔会囝，伊是玛丽将遐因为期待你的缘故，互伊杀死的人的身尸，拢迄落去蓄水池，迄个甜。这个蓄水池是以前犹大王阿萨为着防卫北国以色列的王巴沙乌的，伊是玛丽将米斯巴存落来的人民，包括西底家王的查某囝，甲要带伫米斯巴的人，拢掠起来。这存落来的人是会长尼布撒拉旦交代阿希刚的囝期待你管理的尼探仔的囝伊是玛丽，要将这的人拢掠去阿文人遐。好，多谢。好，这个以实玛利呢，伊将这个人杀死了后呢，身尸非常的多，尸体非常的多。这个水池是对来呢，这个水池是320年前，犹大王阿萨王为着要防卫北国的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所以这段记载呢，伫历代志16章，咱有读到，阿萨做王的阵，巴沙来攻击犹大。所以因就来修建这个拉玛城，
这个拉玛拄则一开始嘛是亚利米叫人抓着，然后尼布撒拉旦伫咧所在放伊走的所在，这个拉玛伫耶利米书31章15节，亚述出席的嘛应用，这个拉结在拉玛为他的儿女哭泣啊，就是讲一个拉玛。总是这个城呢，伊就是迄届呢，亚撒王就带犹大人民将巴沙本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颠倒搬去中间米斯巴，所以这个所在伫300几年以后呢，即马变做是以实玛利，来将这台些人带伫迄个所在，然后以实玛利呢，佫毋是还。要做安尼佫无够，伊佫要将所有剩落来人，要掠去对呢，拢要掠去阿门人遐，就是要将伊拢带走，所以这个国家真正乱糟糟，总是今日这段圣经中间，咱看到，无政府了后，亚利米，伊有得到一个恩典啊，就是这个尼布撒拉旦，互伊会当自由来选择，伊要选择，甲这个犹太人民做伙，总是这个甲。期待你做伙阵，期待你伊失去这个警觉性啊，无对这军官最好好了解，所以最无2个月，结果就叫人害死了后呢，这个以实玛利佫顶到一直害死真侪人，愈来愈残忍，最后伊的目的就是拢要将人来带走，去投靠亚门。但是咱看到伊投靠亚门的动机，就是伊为着迄80个中间有10个有藏物件，伊就甲伊留起来，所以有可能伊嘛是为着这金钱，为着这利益，才要去投靠亚门，所以互咱看到人性的黑暗甲软弱的一面。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嘉生长老，多谢这个宝和姐，请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风台天会当伫厝内底做伙来读圣经，保守阮伫风台中间出入拢得到平安，才会受灾害，才会灾害当灾害会当降到上低。主啊，今日也是迦南教会设教的59周年。也是这个宗教改革的纪念日，也愿上帝，互阮伫这日的中间，会当好好有更较有时间来思考、来回想上帝你对迦南教会一直对宗教改革这500几年来上帝你的心意，也互阮会当坚信，互阮会当做上帝你的车因，愿你的献上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大家，谢谢牧师，大家平安。